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昨昏因为过道对流分系发展了真旺，气象局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雷雨的特报。这个熊熊上大雨，昨昏下晡伫新北市的几个所在都出现淹水的灾情。昨暗台东市的车路嘛积水，水是淹到要半个人啊悬。大雨落袂停，落的车无啥多。20暗这场雷公一直开大雷雨，和台东市区的路真侪所在拢淹水，尤其一个中兴路地段排水排袂好，水坑啊外的水一直冒出来，淹到要半个人啊才悬。排水排袂离啊！下雨如果下得猛的话，就会积水了。20点的时间。好佳在到暗时8点外，雨有较停，路的水也拢提起，无造成灾情。因为过道了对流分系发展正旺，气象局20针对17个县市发大雨特报。同款的大雷雨也发生在新北市，水利署对新北市9个行政区发布1级淹水警戒。团讲有车未会踢出水门，了伫咧邦桥港仔水爆花外口，警消赶紧派船去救，因过无发现有人掉伫咧爆花外口，证实是虚惊。因若伫新庄区的幸福路是规个变做一条溪，好佳在点外整了水就消退。另外，伫邦桥大关路的地下道，因为水淹正悬，暂时封起来。伫大雨过了后，会囤水的容器一定要赶紧清理。伫台南的天高地即马有警报，20个新增加70例确诊，总共已经有1690例。自14到20，总共增加439例，是疫情以来一礼拜内新增加上侪病例一礼拜。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过道会落雷公雨，各地山区有可能会落大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的云有较高，天气还算稳定。不过，日时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落短暂雨，也若偏湖、金门、马祖嘛有局部的阵雨。过道受到热对流的影响，各地会落西北雨，山区的雨会较大。民众若是要出门，会记得要早雨伞。也若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同款是真烧热，各地差不多是32度至35度的高温。也若中昼的时阵，台东会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也若其他的地区紫外线可能会是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再来，咱来看基隆市的大武仑海沙埔，10日发生3件渡水的意外，造成3个人死亡。市府甲大武仑海沙埔调景公园放起来到8月20。基隆市府昨暗宣布，为今仔日开始会重新开放，若是乌白超过警戒线，就会裁罚。本下日到，贵人市真有名的耍水的景点大武仑海沙埔拢无游客，只敢救生员伫咧海面海沙埔来回巡，因为伫遮几工前一天内就发生3件渡水死亡的意外，包括调景公园保育区紧急封1礼拜到20，附近业者生理受影响。1礼拜咧无打谈就对啊。系啊，看有准。做出来咩？一年就是靠这3个月日讨食尔，即摆佫安尼休困了，根本就无人有溺水，这根本就是讲你这人管理的问题，当然是要检讨。业者希望海沙埔会当赶紧开放，不过也知影安全上重要。市府规划甲原本离岸90公尺的警戒线缩短到55公尺，也增加救生员甲救护设施的设置点。贵人市长谢国良到场勘查，认为应该搁再向内面救，若无有安全的疑虑。我现在是怕警戒线，你们说那边会有180，万一一个小孩在警戒线附近碰到问题，你要从那么远回来，或从这边出去。贵人市府也是伫昨暗宣布，这2个所在拢伫今仔日解封，不过为了要配合水上救生员集群的时间，
大埔轮海沙埔普通时是中昼12点开放，休困日是10点就开放。条径保育区水域是早起7点开放。社国良讲，市府这礼拜会加强伫咧海峡两边设置警戒线，因为救生员的配置，无论是普通时或者是假日，拢有4位。希望民众伫重新开放了，爱遵守伫警戒线范围内耍水，若是口讲袂听的人，会依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来看自由时报。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2022年平均年所得是704400块，头一届超过70万，继续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还未满30岁，平均所得是535700块，年前15900块，平均一个月是44600块。有官员就表示，这是因为景气有较好，加上基本工资有调悬，所以所得持续增加。咱来看联合报。台商去中国做生意，若是失败，或者是去遐做工课转图阁袂顺，了伫中国的人，人家或者是呆留。受到美中贸易战、疫情甲中国本身经济情势影响，2019年以来，透过海基会协助因返来台湾呆留的人数是愈来愈多。今年真有可能阁创下新高。海基会协助的预算嘛面临提早用了的情形。所以咱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已告修正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会甲老师对学生、学生对学生调查处理的机制分开。另外嘛，增订严重肢体动作，亲像暴力行为或者是网络侵害，就算敢若发生一届，学校会当用这个准则来调查甲处理。昨昏下晡，那像是因为雨落了伤过大，台北市网界昆明街320巷。有一个新的建案的工地，路是抓规个放弃。这个坑有3米宽，深度是1.5公尺深。工务局已经灌浆甲伊囤起来啊。不过这嘛是台北市最近3个月以来第5届出现车路破坑的情形。有议员就质疑讲，是安怎这种情形会一再发生呢？这个新的工地路边规个凹落去。长3公尺，宽2公尺，深1公尺半，差不多一台车的车身，好佳在无人受伤。台北市艋舺区昆明街20下昼发生自5月以来第5个土坑，已经灌浆回屯。第4个坑是发生伫咧19巷。台北市民生东路2段159巷的路口，路边出现一个长、深、宽拢1公尺的大坑，有经过乌多摆差1点仔就滑落去。台北市新港处讲，主要是路边的水沟底破，土山一直路基拢愈加空去。水利署讲会赶紧修理，严过附近的民众也是惊惊。如果骑车的人开太快，因为那是算是转弯的那个半径里面嘛，可能会塞到。因为从中部上来，其实看到台北市这一阵子有陆陆续续看到，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觉得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台北市伫最近连续路面出现大坑，5件第一件是发生伫咧信义区崇德街，判定是附近的建商施工无细致。顶个月台东区南京西路的车路两边拢凹落去，主要是污水管线破坑。前2天南港是因为排水箱的排水管线脱管，和路边规个凹落去。议员质疑台北市今年道路用户有算超过20亿，为什么品质这歹？路面品质我们可以确保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遇到有任何管线造成我们路面掏空或破损的情形，我们就会立刻进来做一个开挖，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工务局讲已经拟定相关的防护措施，会加强定期道路巡查。水利署也会重点巡视管线加涵工箱，各方面做伙做，避免再出现这种大型的土坑。记者综合报道。社会民间团体发起凯道游行。诉求交通安全。在今年5月，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去车弄死，因老爸专工为台南来参加。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去现场接受民团的陈情书，嘛针对政府无提供好的交通环境，甲大家回实的。虽然落雨，集会民众分做3大队，这场由民间团体发起的汉路和民团游行，现场捌雨规通道，不过未少民众唔惊雨来支持。希望能在那个台湾人能在交通上面能够更友善一点，因为有很多台湾的交通问题，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去做。台湾交通问题
政府漠视很久了。那像前2天才又公车撞死了一个人。5月中，对妈妈穿过8条线步行火车弄死姓伊的查某囡仔，伊的爸爸嘛透早为台南开车前北参加游行，派查某囡仔发生车祸时阵的派刀啊，强忍悲伤，敢若希望莫阁有无辜的性命因为交通事故离开。所有人，不管2天前是我女儿小佳薇的生日，我买了一件衣服送给她当生日礼物，我也替她许了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我希望他有吃不完的东西，喝不完的饮料。第二个愿望，我希望所有关心小佳薇的人都可以平安。第3个愿望是，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跟小佳薇一样，我买给伊的衫裤，伊穿不到。交通部长王国材应邀出席活动，收下由小朋友交的定情书，对各界指责政府无做好交通安全，一类会失的马承诺会加速改善。在过去，在整个交通安全或是行人路权所跨的部会，或是中央跟地方，这个权责比较不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在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里面。就把它写清楚。像路口瘦身，还有我们的人行道拓宽，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目前，因为像台南女童事件之后1个月内路口就有做改善了，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路口改善的这个计划，应该是能够最快短期内能够最快做到的。行人令希望推动联盟强烈谴责即马的人本交通工程欠缺，呼吁执政者展现决心甲魄力，改革整体交通环境。希望在2030年，互道路行人死伤人数减1半，并在2040年会当达到行人零死亡的目标。游行活动只是开始，未来会继续监督道安政策是不是有落实。记者综合报道。这场交通安全的游行，3个总统参选人甲郭台铭拢去参加。路透着讲，目标要拼2040行人零死亡。因那侯友宜话要脱离行人地价的臭名。国民党是批评政府乌白开钱。改善交通煞拢无效果，因那郭台铭是呼吁大家骑车驶车都要培养停、看、听，让过路人先过的惯习。路大河国党总统参选人应邀出席行路有民游行活动，提出道路安全政策。民进党赖清德强调会秉持以人为本、智慧科技2大原则，也提出3大承诺，希望达成2040年行人零死亡的目标。预计在2030年。将死亡能够降低50%，到2040年的时候，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能够达到零死亡这样的目标。民众党高本体批评政府面对问题最大的方法拢是压钱，道路交通安全不应该当作口号。面对问题在当今政府也不可能不做事，只是说我说他们的方法从来就是傻逼的。推动那个第13期道安方案花了12亿。这个钱花下去以后，车祸死亡人数反而比执行之前还高啊！国民党侯友宜表示，台湾的交通安全挑战是真大，呼吁找回行人的尊严甲快乐。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家己散步，差点让大车车弄到围里，呼吁开车的人养成停、看、听的习惯。在这个状况底下，不要忘了，我们必须要车让人，强让弱，这是天经地义的，还给下一代。找回行人的尊严跟快乐。人行走斑马线的时候，我要劝所有的，不管你是开车的、开公车的或骑车的，一定要听听看。道安政策台顶大比拼，新法度得到认同，等待选民的检验。郭台铭啊，认清，不管邀请侯友宜，也是郭文铁林嘉宾，也是要辩论，拢是希望团结对外，更加以此局牵涉美中甲经济。搁再向郭文铁发话，实事不假为政见。比看作为，以往无放弃2人合作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最近全球发生火烧山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发生森林大火的所在，除了伫咧加拿大、西班牙，也持续伫咧恶化，而且是炭烧了愈来愈快。美国华盛顿州即嘛传出已经有1个人死亡。因那希腊嘛因为透风的关系，火是烧了愈猛。要拍花，恐惊是真恶。
伫咧加拿大西吉罗纳，有一位就要撤离的民众，伫离开厝进前，徛伫咧管理所在，想要搁翕一张相，因为等这场野火若烧散，因兜唔知影敢有法度搁保持原样。伫路下看到真侪车要离开，消防车是赶去要拍火。We're just leaving now, Jim. I got the dog and the cat. Where can we go? I don't even know. 这场野火伫咧加拿大比斯省南部城市基罗纳，和美国北边边界伫咧炭烧，当地18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员讲，两个大型而且速度正紧的野火已经合作火，威胁到几百栋厝。全省即马有3万人被下令撤离，另外有36000人若收到通知就要随离开。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上严重的野火季，超过1400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掉，面积差不多一个希腊遐大。伫美国的华盛顿州野火自18开始炭烧，速度正紧，已经烧掉要到18900万英亩的土地。另外，当地媒体报道有190栋厝被大火烧掉，也有人不幸死亡。当局已经对附近的斯波坎社区发撤离令。伫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内面上大的天尼利夫岛的野火，到即马也未控制掉，已经影响10座城市。为了要预防，当局疏散11个城市的居民，启用一座体育馆做避难所。这场火一开始是16西班牙上关的泰德丰附近一个国家公园内面开始炭烧，12000人撤离。伫希腊东北部的强风和大面积的野火拢拍袂熄，8个村的居民撤离。消防员讲，阵风有7级到8级。这场野火一开始是19伫亚历山德鲁珀利斯镇东边的美利亚村开始烧，大火产生的乌烟，让人强要无法度喘气，因为看袂清楚机场高度警戒。当局伫咧海岸边传一寡船，伫必要时阵要协助撤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19伫乌克兰的一间剧院，当伫咧进行无人机的会议。罗西亚煞是向射飞弹空袭，嘛因为迄当阵有真侪人要去教会参加活动，未赴所开，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受伤。然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罗西亚这个举动实在是伤过卑鄙。停伫剧院头前的车辆，车窗已经破去，向前行会当看到满地拢是建筑的残骸。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19受到乌克兰的飞弹攻击，因为飞弹弹到市中心广场的时阵，有真侪人打要去附近的教会参加节庆活动，所以死亡甲受伤的人数超过100人。Сидела на рабочем, была на рабочем месте, и за секунду взрыв, и плита упала мне на голову. Я была со своей подружкой. Она зашла просто в гости на 5 минут ко мне. Если б не она, то я б, наверное, не вышла. Она меня вытягивала. 飞弹威力影响到剧院甲周围的建筑、车辆甲公车，玻璃碎片甲建筑残骸散到满涂骹，就连剧院的厝顶嘛受损。但当时剧院内底正咧举行无人机的相关会议，有真侪无人机制造商、飞行学校的代表甲使用过无人机的军事人员参加。Сьогодні ворог ракетним ударом обстріляв наш Чернігів, пошкоджений музично-драматичний театр, пошкоджені будинки навкруги в центрі міста. Станом на цю годину ми маємо 7 загиблих, в тому числі 1 дитина. 伫瑞典做外交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谴责俄罗斯的攻击真恶极卑鄙。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雷曼科是表示，伫飞弹弹到广场进前的几分钟，空袭警报就开始打，互伫街仔路甲剧院内底的民众紧急到防空壕避难，才避开这场攻击。若无死伤的人数有可能更较侪。公司新闻的同朋友。伫西非的国家尼日发生军事政变已经要1个月啊。西非经济共同体组织就表示，无排除要出兵来解决。即马尼日政变头人蒂尼亚将军强调讲，伊未互权力过渡期超过3年，嘛讲愿意甲去尼日的代表团来沟通。不过伊嘛放条讲，若动用武力，袂遐尔简单就准拄煞。这是7月2日，尼日发生军事政变了后，总统贝佐梅支持者要求军方放人。10个国家组成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佮一度伫奈及利亚召开经济峰会，无排除出兵来恢复尼日的行政秩序。也毋过尼日政变领导人蒂亚尼将军态度是真硬，发表12分钟的演讲，批评受到西非经济体的非法甲无人道的制裁，宣布要展开30天的全国对话，以提出具体建议，提升行政生活拍基础。表示
是一场权力过渡未超过3档。S'attelleront dans un délai de 30 jours à formuler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devant conduire 1. à définir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vant régir notre transition. 2. à définir la priorité de la transition dont la durée ne saurait aller au-delà de 3 ans. 因为社会经共体代表团已经到翌日决定用最后的外交手段，继受到罢黜的总统贝佐姆，才决定是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对此，第二年嘛强调，若是有人想要发动攻击，结果会无像一寡人想的这么简单。讲是新闻台是同朋友。在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今仔日，荷兰甲丹麦决定提供予乌克兰 F-16战斗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欢迎。这嘛是西方盟友帮助基辅对抗罗西亚上新的行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巴西、罗西亚、印度、中国甲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这礼拜召开国防会，想要扩大影响力，推动全球地缘政治转变。印尼总统佐科威昨昏已经出发。要去参加外界嘛咧，又讲印尼可能会加入这个组织。美国气象官员指出，热带风暴希拉里今仔日以1点钟100公里的风速，伫咧墨西哥西北部登陆，造成1个人死亡。这个热带风暴当伫咧向美国加州驶过，预估恐惊是会做大水。中国伫咧台海的4库里咧做军演，十到这一天，伫咧24点钟内，就有27架军机飞过海峡中线，而且是飞真久、真长手。咱国国防部嘛有甲派战机应用甲海军监控的画面公开。学者就表示，中国就是咧试探咱的底线，因若国军公开监控的影像，是会当来对抗中国的宣传战。海军电担任人员监控强军持洲南的动向。副总统赖清德最近出访巴拉圭，期间经过美国纽约甲旧金山，随即强军东部战区19开始伫台海周边军演。国军除了海面兵力应对，空军的战机也加强战备巡逻。F-16战机甲 IDF 战机紧急升空，地面部队是加强区域联防。19到24小时内，国军侦察强机45架次，强艦9架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7架次强机超越海峡中线甲伊的延伸线，强机更加在中线东边的空隙进行较长甲较久的飞行。学者分析，强军伫测试咱方的反应甲底线，由强军定来对台湾进行临时作战。即摆国军公布监控强军的影像，对着巡回信息建筑的权有帮助。他很多时候会透过不同的手段的行驶方式，去测试我方的红线，还有我们是不是会在特定的地方退让，那让他们可以再更进一步。首先把我们手边的情报用比较公开透明的方式，率先发布消息的话，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去破解对方的手段。美国在台协会 AIT 表示，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压力，并且转向甲台湾对话。美国也继续监控演习情况。而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莫妮卡·施尼策是表示，若中国出兵台湾，德国必须减少甲中国经济联系，来避免真正冲突的时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是真烧热，国内饲鸡成本高，不过鸡卵的产量变较少，变较细粒。绩效嘛变较歹，农民怨叹讲是拢了钱，要求农业部莫阁主动因起价。也那农商甲饲鸡协会按算伫咧2日开会来讨论鸡卵敢是要起价。鸡卵伫真侪人的生活中袂使欠缺，尤其是抑阁咧成长的学生囡仔。全国中小学到底要开学啊，即马传出国内的鸡卵供应也无够，营养午餐的用量可能受影响。农业部特务司是讲，因为有安全库存，供应无问题。开学的时候以后的需求会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6000万颗的安全库存量、滚动的库存量，所以整个需求是够的。如果蛋贵，当然会影响传产业者跟学校的使用意愿。农业部上次的做法是用进口蛋来让市场的需求先满足，
那可以有所谓的国产蛋可以调拨给团膳业者做使用。农业部公布鸡卵每天的生产量维持113500箱，按过两家协会估算，实际日产量差不多是10万外箱尔，每天供应也欠缺差不多1万箱。官方甲民间的统计有争差。另外，因为两家饲养成本增加，两商甲养鸡协会议定要伫2日开会讨论两家是毋是爱调悬的代志。有两农是讲，其实介绍早就应该调悬，毋过大家两农甲两商提出要调悬的需求，农业部就会施加压力，要求袂使起价。咱大本即个两目前是还佫无够啊，气候的问题吼，过热伊鸡啊状况歹若袂熟，伊成本悬啊生的卵歹。所以了开会时，大家会反映讲爱起，这是农委会硬动，一直压抑这个单价，一直压。两农单秋地表示，因为气候烧热，互两家唔食饲料，所以生卵量下降，卵较细粒，卖了嘛较差。佮加上饲料的成本增加，希望农业部互两家互市场来决定定价，莫佮打压。对两农指控施加压力，农业部表示，并无政府部门要求袂使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新北市一个新的制度，为9月份开始，抗业红仔机的场所都要离国校啊、甲国中100公尺以上。若是伫咧主题区的，暗时10点到过灯工透早8点，这个时间要营业，都要有管理的机制。若是拄着状况，8点钟内要有专人去现场处理。大部分的业者是拢愿意配合，不过嘛，呼吁市府爱提供补助甲辅导。业绩透明的机器内面，啥物拢有，都是希望社民众来消费。不过，新北市自作宣布贩卖事业管理自治条例，就要伫个9月上路。其中有2项重点，第一个就是这种机器的营业场所，爱伫国中小、高中100公尺以上。第二，伫主题区，若是伫暗时10点到过灯工早起8点营业，都要有暗时管理维护计划。拄着状况，30分钟内都要有专人到场。会爱算这个人，一般拢是学生甲爱算的人买。店家也处理有限呢，因为通常遇到这些事情，应该都是直接报警。希望他在店里面做好一定的摄影设备，来保持现场的一定取证，还有录影的及时看到影像的安全。那另外，我们也会希望他有专人来做夜间的管理。营业场所爱离学校100公尺，业者反映讲，亲像台中、桃园、高雄、台北，拢敢若规定50公尺，会有市府会当互因补助和辅导。另外，暗时管理维护计划需要时间来规划和执行，9月进程会伤赶，希望会当延一个。既然法令过了部分来讲的话，那是否也应该有更充分的时间，让我们准备这些，来达到夜间可以经营的一个部分。经发局讲，目前已经收到超过50间的业者送寄暗时管理维护计划，大概已经核准20件以上。强调讲，业者若暗时的时段无要营业，无强制铁门一定要关，只要机台无通电、无营业行为就会使。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台铁今仔日早起5点多，有一台为台东开往树林的401德鲁固自强号，伫6点44分的时阵，经过花莲嘉安第4车厢去互一台驶入去铁基路的轿车撞到，加在火车顶悬的乘客是无人伤亡。因这只轿车的驾驶是轻伤送病院，目前东正线是单线双向通车。为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只白色的轿车，车头是已经弄甲密密麻麻。台铁表示，今仔日早起6点44分，伫花莲嘉民村边高道的所在，有一台为台东开往树林的401德鲁固自强号，伫通过边高道的时阵，听到真奇怪的声音。停车落看，发现有一台轿车驶入去铁基路，弄到第40车厢，车顶的旅客是无人受伤。因那台铁是赶紧派接驳车来载旅客，因那这个轿车的驾驶是轻伤送病院。目前东正线是单线双向通车，因那相关的事故还佫当伫咧调查当中。伫个嘉义新港有一对真济岁母仔囝相依为命，因大铁厝伫个20发生火烧，70多岁后生重伤，因那90多岁老母是不幸死亡。那像是后生是为着要赶网虫仔，伫个订的小物件，才会无细字引起火灾。顺家
大火甲高烟一直冲刷，消防人员接报了后，赶紧来拍火。这个火烧厝发生在20透早2点外，嘉义新港乡一间砖仔做铁甲厝，敢若厝主为着要赶网虫，烧顶仔卡的废弃物，无细力引起火烧厝，造成厝主双手甲肩胛头3度烧烫伤。而家大斗阵的一个老母被发现时已经无喘开心跳了。于屋外最内侧角落发现一名女性蹲坐地面，由双辅分队人员带出。此人为屋主母亲，女性92岁，呈现乌卡。厝边讲，厝主是70外岁无结婚的男性，平常时90外岁行动无方便的老母大斗阵，无惊是相依为命。平常时也真少甲厝边有来往。有学者分析指出，台湾2025年即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像这种老人照顾老人，下久也是会愈来愈多。两个从来拢独居老人啊，你两个住做伙，都75去95啊。他们可能长期孤立、长期互动，然后都不想被人叨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外界的这些系统都有可能需要再加把劲。阿姐强调，随着高龄化加囡仔生少，真侪家庭要面临长期照护的问题，建议政府应该积极启动邻里的关怀加通报系统，让长期照护家庭知影讲做无困难，应该安怎寻求协助，才法度避免悲剧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台南的公园拄到一个查甫人，刚翕相了后，就叫人爱付钱，若未付钱就袂使走。台南的警方接到消息了后去调查，警方讲目前是还无民众报案，不过迄个查甫人若有硬讲讨钱的行为，就可能触犯强制罪。这个查甫人派相机，甲2个查某囡仔伫台南公园一直换地点翕相，好亲像朋友佚佗翕相。不过警方赶来关心。Do you ask him photo for you? Yes, and he pay? Yeah. 警方询问双方无熟识，2个外国籍移工表示，相片以100块交易，并无予人压迫。我没有亏待你吧？对。那为什么要跑？我没有，我想说，就是20块而已，你还要让你跑？啊，不过有民众同款拄到这个查甫人随机翕相了后，互伊讨费用，无付钱袂使离开，所以才伫网络大文提醒。是变相是在情绪勒索你，就是说，我帮你拍照，你一定要给我钱。可是如果你是要收钱的，你应该在拍照之前就事前讲。无钱报要紧啊！伊若讲收费我偌济啊，人有意愿，你互人安尼尔。如果碰到女生啊、单身的，口气就不大好，所以我就就有人反映了，然后我就去找他，警告他。礼拜台南公园真闹热，大阵印尼移工庆祝印尼国庆。公园巡逻警卫嘛提醒，这个查甫人常常伫公园出现，主要锁定外国籍移工也是查某囡仔。类似的状况已经接到几多件投诉。该男子行为可能触犯刑法强制罪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妨碍安宁秩序，将主动调查、监视器追查，如果行为属实，将依法就办。警方表示，初步调查，这个查甫人也无违反民众的意愿，已经透露身份资料。若做民众互人强讨钱，会当报警，嘛会加强台南车站、公园也甲转运站的巡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市有一间茶米公司，因用较俗的介绍，甲人买3万斤的越南茶米，了后假作是台湾的高山茶伫咧卖。警方假作是人客去甲买，甲茶米送去鉴定了后，确定毋是台湾的茶米。目前已经甲这个姓詹的负责人因翁仔某拢抓起来啊。火柜顶原包甲真水的茶叶，讲拢是台湾高山茶。保持的警察含是有4个人员来到台中福气茶叶公司来敲吹，当调查到业者以1斤200买越南进口属价的茶叶，才包做台湾茶，改卖1斤1000块，一个就赚5倍这么多。以每台斤平均200元的价格购买越南进口的低价茶叶，包装成台湾的高山茶后，以每台斤平均1000元的价格赚取5倍的暴利。现场查扣不法的茶叶将近5000台斤。警方进前都有接到有境外的茶，假作是台湾茶的证据，因假作是人客了后先去买，送农业部茶改场去鉴别产地，用多种元素比对这科学的方法，在共品质的茶叶内面分出这是种在台湾还是国外。茶树品种是一样，但是它种的地点、吸收土壤里面吸收出来的这个元素也会不一样啊。
它跟台湾的不一样啊，我们就会判定说这个是国内的或是境外茶。警方现场是查到福气茶叶公司5000斤假作台湾茶的茶叶，而且因已经卖出28000斤啊。台中地方法院伫审理了后，就共同贩卖假食品的罪，判细占的负责人含伊姓吴的某1年6个月含1年3个月有期徒刑，犯罪判了2429万，防守期，专案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厨房已经加做奥运比赛项目，即嘛伫台湾嘛长时行。云林县厨房运动协会今年hiệu热举办户外活动，带学生伫咧西丽大桥边仔步道耍厨房。毋但学生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嘛做回来体验厨房的趣味。脚踏厨房小可出一个力，就会当自在变换速度甲方向。云林县厨房运动协会趁暑假举办户外课程，带学生来西丽大桥边耍厨房，囡仔拢感觉真趣味。因为我是初学者嘛，所以我对这一条比较长的路线其实是有点困难。那教练也是很认真，然后陪在我身边陪我滑，就在这段路程当中，我觉得可以感受到滑板这种比较热血的游戏。那如果它可以成为我良好的运动习惯的一种媒介的话，我很愿意继续朝这个目标迈进。耍厨房爱先学的，就是控制身躯的平衡感，搁来才通控制方向甲速度。云林县厨房运动协会表示，除了教囡仔厨房的秘诀以外，也互因实际操作，对失败当中学习。带队的老师讲，囡仔做伙耍厨房，通互相交流，对身心发展拢有帮助。我们不断的在推广滑板的运动。对，而且在3年前刚好奥运也加入滑板这个项目，所以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培育滑板选手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都会带小朋友来学滑板课。厨房已经加做国际比赛项目，社会也对咧实行。运动协会讲，未来会继续伫各乡镇推动这项活动，让大家伫运动的同时，也通享受迄款趣味。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6个的广兴国小举办夏日乐学营队，结合台语甲本土文化，请老师用趣味佮深色的方式，拿弹乐琴，拿带囡仔唱故事，希望本土语言会当落实伫咧校园，也佮有生活当中。我暑假来这里学夏日乐学，学了山茶花、安菇粿，学得很开心。学生囡仔对老师的伴奏唱诗词，这是南投6个广兴国小伫hiệu热办的课程。老师用台语教唱歌跳舞，佮分享在地历史故事。因为我是本地人，包括这诗词啦，一点一度，我拢有法度甲囡仔讲互因听。我拢会甲因讲讲这首歌，伊的故事到底是咧讲啥。广兴国小真注重本土语言，希望用活泼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囡仔自学自趣味。自细汉就会当了解家乡的文化，珍惜家己大的环境。我伫厝拢讲台语，拢甲阿公讲台语，当伊有唱互阿公阿嬷听，阿公阿嬷有甲我学咯。透过咱生活中的学习，会当甲咱的本土的语言，更加来熟悉，嘛会当用念歌唱曲，也是讲来认识到咱地方咱在地咱的历史，咱的甲咱台湾文化，甲咱本土这个生活，会当互咱的小朋友一代一代来传落去。学校透过本土语言的课程举办hiệu熱營隊。希望囡仔伫學校、伫厝里攏慣使講台語，甲本土語言繼續傳落去。記者綜合報道。電影風上頭，咱來看台南客家，英國是出產真濟帷幕，會當用來做真濟生活用品。不過因為去互塑膠取代了後，帷幕的產業就強要消失去。即嘛有地方的青年規劃活動，結合台語教學，互大人囡仔做伙來了解帷幕的產業。希望傳承在地工藝甲文化。幾片黃麻田頭起先先去田內甲採收起來，老師帶大家要做伙做麻蓑啊，要互因體驗做農村的石頭。做麻蓑的流程真夠工，就要先甲黃麻的皮取落來，再佮用菜刀取實物的纖維，甲提起芳蓑啊。另外，甚至佮摕黃麻的葉仔來染布，來參加大人囡仔攏講足新鮮。
宽马就合整。黄马的活动也是很特别啊，所以想讲也让带小孩来体验一下，本身我们自己也没有体验过啦。黄马因为让摕来做真济生活用品，即摆甲罕看到啊，主办单位表示，早前台南客家是黄马重要的生产地之一。毋过到当互塑胶制品取代，种个人就愈来愈少。在地青年陈义军认为，若消失去真拍算，所以开始呼吁黄麻，佮结合台语办活动，俾互大家认捌在地文化。有的专有名词，其实咱用国语翻译不出来，所以像麻油啊、麻意啊，台中甲台南讲法就无共，所以我希望讲大家使一边台语，一边去熟悉无共所在的文化。地方真拼死呼吁，毛青年咧推测用黄麻做环保的产品，互黄麻用途更加多元性。因上大希望就是甲黄麻这个产业恢复正常的光景。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芳毛看了后，咱来看竹编。伫南投竹山，竹编的工艺是真出名。不过，即马这项传统的产业对时代进步已经渐渐失落去。为着要保护这个传统的工艺，在地工艺师开课程，嘛要请文化部来观摩，希望政府会当提供资源，帮助竹编的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袂使你缀唔着调，缀唔着调，这纹路就无共款啦。编竹啊，就亲像咧恰碰洗共款，一个方向唔对，就爱规排拆掉顶来。这间南投竹山的工艺工作室，内底放甲甜甜，全部拢是在地工艺师的手艺。不过，这项技术却因为产业的转变，就要失落去。现在好像这项工艺已经有一点出现断层了，所以他一直想要再开个课程来传承下去。竹编工艺是我们这边在地最重要的一个渊源。我认为这个该到一个时间，他要把他这几十年来所学所守护的这些竹编工艺，继续要传承给下一代。所以有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让我们这样的竹编竹艺传承能够继续在竹山扎根下去。南投的竹编产业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开始发展，后来因为塑胶制品的出现，人工贵、材料无俗的竹工艺，这项渐渐转型变作日常艺术品。文化部派人了解南投在地的竹编文化，承诺会辅导地方传承工艺。我们会来辅导那个地方文化馆，让这个对竹艺的展现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展览馆。有关传习的课程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跟这个镇长这边的这个提出来的计划呢，我们给予大力的支持。竹编是竹山的文化资产，地方毋望政府资源的投入，会当互更较侪人来接触这项传统技术，把竹家的文化放入咱的生活中。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现代囡仔知影咱食的米是安怎来的，而且了解一粒米100粒罐的珍贵，台中市农业局甲外部区农会举办挂稻仔的体验活动。要来教囡仔做田的撇步，嘛分享用在来米做的传统点心米苔目，或者囡仔会当了解咱食米的文化。稻仔一把一把是要安怎挂？学生囡仔头一摆学做事，总感觉真心熟。拿着这样子往前往后往前往后这样割，有当农夫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农夫。台中市外埔区的彩绘餐园，远远看是一幅艺术作品，近看变作是趣味教学的好所在。农业局甲外埔区农会做伙办挂稻仔的体验活动，毋但了解无共品种的稻仔甲用途，嘛邀请在地青年农民分享挂稻仔的撇步。正手割稻是职业在割，所以它会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天是教小朋友用反手贴土，这样会比较省力，因为小朋友本身力量就不大。这样比较省力，也比较安全。稻仔挂刷，规身躯重汗，现场随传来用在来米做的米苔目，加挂冰凉的甜汤，就变做传统的点心。农会总干事表示，对餐园到饭道，希望囡仔会当了解咱食米的文化。让我们的学童呢，还有我们社会人士呢，宣导他们知道我们稻米是怎么由来。当然，刚才看那边也有很多那个一些糙米啦、粳米啦、小米啦、香米啦，很多哈，让小孩子来体会。推动食农教育，食米嘛爱知影米对倒位来。农业局毋望借趣味的活动，互囡仔了解米伫咱生活中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乡土作家洪胜富，伫
伫咧1978年发表《五土》这篇小说，是伫咧讲祖产人卖土地，互爸母去治病故事。后来有拍做电影，这个电影内底对迄当阵伫咧讲的东华区是特别讲究，咱做伙来看卖。水星啊，如果我会记得，对那互别人唱歌，就准讲啊去地府土，莫去我土出来。这是正生文化工作室改编作家洪清夫1987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五土》翕的电影。主角马水生的老爸，伫日本统治时代冒险开垦来的土地，煞尾因为时代着喜乐，不得已爱卖土地换钱的故事。毋那场景道具真讲究，剧中台湾腔口嘛重现当初的东华腔。迄阵咱莅临遮诶，较外海口的，是东华腔。我感觉这个部分是阮咱做文化保留最重要的物件，因为毕竟是迄个时代的故事，阮咱做伙会记得这东华腔这个腔口曾经伫这个土地上比较有存在过安尼。这出电影为电影调查、访谈到实际翕影片，头尾用将近2年的时间完成。邀请国家文艺奖赵宗麟、王英如等人演出，搬出家族甲土地情感的故事。连迄个东华腔真正是拍这个片上困难的所在，嘿，因为迄腔甲平常时讲的拢无共款，啊就特别歹记。是咱用甲咱的历史啦，咱古早时代的咱种一寡生活啦，咱透过这个文艺小说啦，啊是咱的影像戏剧啦吼，安尼咱敢若记忆共款留落来。正生文化工作室表示，洪清夫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袂少创作题材拢是当年生活改编，嘛是记录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希望透过改编文学作品，用影片互更较侪人认捌台湾过去的乡土故事。记者杨思晴综合报道。人讲人生70才开始，不过伫澳洲有一个98岁阿嬷，伊65岁退休了后，开始拍山球，即嘛伊1礼拜拍2届，而且全程18洞7公里，拢是伊家己顾行的。伊展现出来活力，鼓舞分数边的朋友。伊嘛有家己一个目标，伊讲伊拍球要一直拍到100岁。Too cold to hang around。澳洲即马是冬天，透早温度拢无到-40度，不过这位98岁老阿嬷，伊原伫咧高尔夫球场内面送着伊的家私，要开始今仔日的运动。球开出去，这位叫做萨德兰的老阿嬷，过2年就100岁啊！伊上喜欢的运动就是拍高尔夫球。I just love the being outside, the company, the exercise. It's good fun. Best thing ever done. I don't think I'm old. 萨德兰逐礼拜拢会拍2遍高尔夫球，特别拢用行加18洞行头，差不多是7公里。这座塔斯马尼亚球场是起一个海岸边，路正行，对萨德兰来讲是正好的运动。Absolutely inspirational. She just, 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She's amazing. We all love her. 正轻松就甲球送去你姑娘。萨德兰虽然是伫高尔夫球的发源地苏格兰出世，不过伊是一直到65岁退休了才开始接触，而且一开始拍了就爱着这项运动，讲希望会当拍到100岁。You can do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you know, hit a good shot. You know, that brings you back the next day. I just love it. I mean, I should have stopped years ago, but I'm still here.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伫法国一个84岁欧巴桑已经做阿祖啊，伊捌参加过57场的国际马拉松，累计已经有8000公里。2022年，伊伫咧法国的田径锦标赛走出24点钟125公里的成绩，是创下世界纪录。即马伊按算要挑战巴黎奥运头一届举办的全美马拉松，要继续来挑战家己。7月到84岁芭芭拉·汉伯特，逐工固定伫巴黎郊区阿伯纳的厝附近咧走，平均1礼拜用走50公里，对伊来讲，逐工咧走是甲大自然对话时间，也互已经做阿嬷的芭芭拉，身体是真溜溜健康，外表无感觉真老。On me demande souvent, je pense que c'est une sensation de liberté, de bien-être. De joie, de communiquer avec la nature, la forêt, les champs.
芭芭拉43岁开始对查某囝学走，找出兴趣了后，随去挑战大细细马拉松比赛。巴黎马拉松是伊上常参加的比赛，超过40年的资历，立就8000公里的纪录，因讲是巴黎到北京的距离。并顶悬的奖牌有够多，并是巅峰神，是提醒家己走的初心。Je suis très modeste parce que on est toujours content et heureux d'avoir fini un marathon, une grande course, d'avoir réussi. Et les médailles, ça me montre donc l'effort. 2022年，芭芭拉伫法国电竞锦标赛走出14点钟110公里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今年4月伫巴黎马拉松6点钟11分01秒完赛，比赛外会也能创下这么好的成绩。伊分享维持身体好状态秘诀，就是规律训练、均衡饮食，加一粒真热爱走的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天气。这2天天气较无稳定，民众出门都要会记走雨伞。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